當我哋遠離咗城市嘅喧囂，走咗入港島東部嘅深山密林，一片仿如翡翠般蔚藍嘅水域就會展現喺眼前。呢度就係大潭水塘，亦係香港百年供水傳奇嘅起點。好好太陽啊，天清氣朗，咁我就出嚟行下。咁我今次呢，而家就嚟咗呢個大潭水塘、大潭水壩嗰度附近。咁因為呢，最近打開 Facebook 啊、IG 啊、YouTube 啊，都好多朋友仔呢就嚟咗呢度打卡啊。原因係因為早排都落咗好多日雨，再加上又打完風，咁水塘應該排洪啊。咁嗰個畫面好壯觀，所以好多朋友仔都嚟咗打卡。咁我就抱住人有我有嘅心態，我都嚟拍翻一輯排洪嘅航拍啊。咁唔講咁多啦，而家快啲行過去睇下先。我都驚隔咗咁耐呢，佢停咗啊！如果停咗呢，冇排洪呢，嗰個冇咁震撼嘅個畫面。希望我講得切啦。講起大潭水塘呢，佢其實就係港島最古老嘅水塘群之一嚟嘅。喺19世紀末就開始興建，係僅次於呢個薄扶林水塘嘅。咁喺呢100年間裏邊，一直養護咗幾代嘅香港人。平時呢度呢就正如明鏡一樣，但係每逢大雨或者颱風過後呢，水塘滿瀉排洪嗰陣，就會展現出一個完全唔一樣嘅壯觀面貌噶啦。嗱，過埋呢個灣呢，如果聽到有水聲呢，就知證明有放水有排洪咯。如果聽唔到水聲，就要拜拜啦。咁我而家隱隱約約好似聽到有啲水聲，係啦，冇錯啦，我真係聽到好大嘅水聲啊！唔知你哋聽唔聽到啊？我見到有水啦，好嘢啊！今次我冇白嚟啦。初頭我都一直擔心緊啊，我即係隔咗咁多日，我都擔心緊會唔會冇雨啊？唔係冇雨啊，對唔住啊，講錯咗，冇水啊！哇，好靚啊！喺19世紀末嘅香港，隨住人口同埋貿易嘅激增，水就成為咗呢座城市生死存亡嘅關鍵啦。喺1883年，港英政府就啟動咗大規模嘅大潭計劃，工程人員克服咗險峻嘅地勢，喺1888年至1917年之間，陸續修建咗上水塘、副水塘、中水塘以及大潭篤水塘，組成咗龐大嘅大潭水塘群。呢一項工程不單止撫平咗當年缺水之苦，更締造了當時亞洲水利工程嘅奇蹟。好啦，唔阻大家欣賞大潭水壩咁壯麗嘅氣息啦。咁欣賞完水塘排洪，我哋就沿住山路離開，順便就去埋附近好有特色嘅大潭峽石橋睇下。大潭峽石橋呢，就係柏架山下引水道嘅一部分嚟嘅，建於1934年。佢全長就400多米，橋身為中空嘅盒形結構，連接咗峽谷兩邊嘅引水道，主要就係將柏架山一帶嘅引水呢，就集埋一齊，引到去大潭篤水塘嘅。橋面亦都作為行人通道。不過你又知唔知呢？呢座咁靚嘅石橋喺坊間其實仲有一個好出名嘅別名，叫做猛鬼橋啊！有傳呢度呢曾經就有日軍駐守嘅，並發生過戰爭，導致橋身留下咗好多子彈嘅痕跡嘅。咁同埋好多都市傳說都提及過夜間呢就有日軍嘅鬼魂啊、白衣女子啊，甚至乎話日軍會向啲目擊者揮手等靈異目擊事件喎。咁自此之後，呢度就成為咗香港猛鬼熱點之一啦。
好啦，咁今日條片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拜拜。